55年前，一個4歲嘅越南細路仔逃離西貢嚟到美國。今日佢企咗美國海軍最高文職位置，手握住呢個地球上最強大嘅海上力量。佢就係特朗普新任命嘅人，代理海軍部長高雄。高雄係唔係越南華僑？佢憑咩可以得到特朗普嘅信任？佢嘅背景到底係咩顏色？大家好，呢度係微語睇世間，我係陳慧宇。今日我哋嘅分享，美國海軍代理部長高雄嘅故事。我哋先睇睇一段片。呢個係你哋共產國家生活時會聽到最驚嚇嘅聲音。呢個就係我父母嚟嘅，喺阿爸半夜俾人帶走時聽到嘅最後一個聲音，之後再都見唔翻自己親人。呢個就係失去自由嘅聲音，係永遠活嘅恐懼入邊嘅聲音。呢個就係我屋企真實嘅故事。我哋喺西貢淪陷俾共產黨之前幾日，成功由越南逃走。我哋喺世上最慷慨嘅國家得到新生活。美國救咗我一命。我哋美國海軍學院畢業，佢嘅物理碩士學位，仲喺 MIT 同哈佛攬過獎學金。喺左派用種族配額取代實力之前，我一直努力想報答美國我哋國家，我哋嘅國家。我用咗25年時間嘅海軍特種部隊服役，喺伊拉克、阿富汗同索馬里參加過戰鬥。我去過世界各地。相信我，如果美國失敗，真係喺第二個地方可以去。我哋需要真正嘅戰士，而唔係政客、官僚或者着住訂製西裝喺鍵盤上扮演嘅人。喺美國，我哋絕對唔可以俾人嚇親，我哋一定要無所畏懼。2023年，高雄喺自己嘅 YouTube 頻道上發佈咗一段影片，喺坐喺鏡頭前，表情嚴肅，然後用拳頭重重咁敲打台面，發出咚咚咚嘅低沉聲響。佢話呢種聲音就係你嘅共產主義國家生活時會聽到嗰種令人驚恐嘅聲音。呢個就係我父母最後一次聽到嘅聲音。當時佢哋嘅爸爸半夜俾人帶走之後，佢哋再都冇見過自己嘅親人。呢段片俾人睇到嘅唔係一個政治人物嘅表演，而係一個男人用自己親身經歷嚟講嘅，嗰種係童年時刻入晒骨嘅恐懼，都係喺之後一生從政最大嘅推動力。高雄1971年喺越南西貢出世，佢係越南京族人，唔係華裔。1975年，佢4歲嗰陣，跟屋企人以難民身份移民美國。佢老豆唔係普通平民，係越南政府嘅高級官員，做過農業部副處長，喺共產政權眼中係一定要被清算嘅標靶。面對住被處決或者關押去再教育營嘅雙重威脅，逃走嘅過程充滿生死抉擇。喺阿媽喺絕望之中，將寫有子女身份嘅紙條縫喺入每個細路嘅衫入邊，上面寫住呢個係我個仔，請照顧㗎。為咗防止喺逃亡途中同家人分散，一家人甚至要面對一個最殘酷嘅問題：如果唔係所有細路都可以走得甩，佢哋應該喺邊個細路留低呢？啲人知道嗰幾個鐘頭入邊，佢父母究竟作咗咩決定？但有一樣嘢決定，佢哋可唔可以上到嗰架飛機？就係一張美國護照。阿爸以前做高官，睇過洛克菲勒基金會獎學金，去咗康奈爾大學讀博士。高雄嘅家姐就係嗰段時間喺美國出世，正正就係因為家姐有美國公民身份，成家人才符合撤離資格。高雄之後喺書入邊寫過，佢話家姐喺美國公民身份唔單止救咗我哋全家，仲為我哋每一個人開咗條追尋美國夢嘅路。嗰架飛機降落嘅第一站就係關島。半個世紀之後，高雄以美國海軍副部長身份再一次踏足關島。佢同當地官員講，呢個島唔單止係戰略重地，仲係喺人生第一個貓點，亦都係嗰個4歲細路第一次踏足自由土地嘅地方。我同大家分享嘅節目內容，全部都係我用心準備，覺得好有價值嘅。同時，我哋節目入邊推介俾大家嘅產品都一樣，係我親自精心嘅選同試用過嘅，都收到好好嘅反饋，係優質產品。至於呢款韓國紅海衫，依家係我哋收到口碑最好嘅產品之一，真係有好多觀眾都話好。有啲人食咗之後血壓降咗，
又有人話幫佢哋修復咗膝頭嘅半月板，仲有人覺得傷口愈合快啲，或者佢覺好啲。仲有冇做過化療嘅朋友，本身冇得唔好，食嘅又冇胃口，但係食咗呢隻紅海參一段時間之後，真係有明顯改善。我自己都食過一排，都覺得有好好嘅修復作用，好似口腔潰瘍咁，都好快改善。因為我哋呢隻紅海參真係賣得太好，好多觀眾想補貨嘅時候呢，就要等好耐先有貨。所以而家呢隻紅海參推出嘅預訂配送，即係你可以定期自動配送，價錢都會更加抵玩。由第二次配送開始就可以享有8折優惠，出貨方面都會優先安排。而且你可以隨時調整時間、數量，或者你唔想再食，都可以隨時取消預訂配送。當然，你都可以好似平時咁單次購買落單，用我嘅優惠碼 YU 都一樣可以享有85折優惠。去到美國之後，生活都冇即刻變好。阿爸喺維吉尼亞北部揾唔到工，一家人被逼搬去西非。阿爸喺嗰度做美國國際開發署嘅農業專家。呢個越南官員以前管理過一個國家嘅農業部門，而家就喺撒哈拉沙漠邊緣，用佢嘅知識幫另一個貧窮國家種糧食。高雄就喺呢片紅土地上度過咗佢童年最重要嘅7年。佢喺嗰度學語言、交朋友，都喺嗰度啦。第一次明白到一個人只要願意，佢任何地方都可以紮根。佢靠喺電視劇 A-Team 學識嘅流利英文，雖然咩都冇。父母都從來冇放棄過對教育嘅堅持，嗰個就係喺佢哋嘅亂世入邊俾小朋友最後嘅規格。12歲嗰陣攞返嚟去維吉尼亞，成為托馬斯傑弗遜科技高中第1屆畢業生。呢間係全美國最頂尖嘅公立理工名校，每年淨係收幾百個學生。一個由嚟日紅土地嘅難民細路，用成績證明咗自己。高雄喺後來嘅回憶錄《叫我美國人》入邊寫到，佢係由戰爭難民、戰場軍官一路行過嚟，用自己嘅故事證明美國夢其實唔係遙不可及。高中畢業之後，高雄考入咗美國海軍學院，畢業之後就被委任做特種作戰官，專攻爆炸品處理同深海潛水，先後喺伊拉克、阿富汗同索馬里執行特種作戰任務。呢份唔係一份安逸嘅工，爆炸品處理係軍中最危險嘅專業之一，每一次任務都係同死神博弈。1999年7月16號晚，高雄嘅指揮官屋企同同事傾偈，電視突然播出消息，小金乃迪架私人飛機喺麻省外海失聯，機上仲有啲老婆同細妹。高雄帶領嘅海軍潛水小隊收到搜救任務，最後佢哋喺漆黑嘅大西洋深處揾到嘅飛機殘骸，同時都揾返佢嗰3具遺體。高雄話：我哋令美國之子可以安息。對於一個曾經被美國救過嘅人嚟講，可以親手將美國最受愛戴家族嘅兒子送返土地，呢一份意義遠遠超過完成一個任務。嗰種係一種還債，都係一種守護。佢嘅軍旅生涯仲有一次好出名嘅打撈任務，就係南北戰爭時期沉沒嘅鐵甲艦。仲有就係喺伊拉克同阿富汗犧牲嘅士兵遺體。每一具被打撈上嚟嘅遺骸，對佢嚟講都唔只係一個任務，而係一個家庭可以完整嘅悲傷、完整嘅道別嘅機會。除咗戰場任務之外，高雄仲負責管理五角大樓海軍高達1400億美金嘅預算，仲有同國土安全部同 FBI 聯合反恐特遣隊合作。之後佢嚟到海軍研究生院嘅物理學碩士學位，仲有獲得麻省理工學院同哈佛大學嘅獎學金計劃。佢曾經喺訪問入邊解釋過從軍嘅動機，呢個國家俾咗我一切。我曾經試過醒咗，發現自己嘅一面可以企喺下邊，叫做自己嘅旗。而美國收留咗我哋，俾咗我哋一個家，俾咗我哋機會，我真係好感激。呢個就係點解我哋軍中服務咗咁多年，我想要回報呢個國家同我擁有嘅一切。高雄嘅太太 April 拉卡塔喺維吉尼亞北部出世大嘅，係一位作家，長期致力用信仰去鼓勵家庭。佢亦係暢銷書《信仰再出擊》嘅共同作者。佢亦曾經喺華盛頓郵報同華盛頓時報發表過文章。
佢最大嘅志願就係做高雄嘅太太同埋5個小朋友嘅媽媽，為咗配合老公嘅軍旅生涯。10年前開始喺屋企自學教自己嘅小朋友，為咗可以喺多次調派同老公出征期間都陪住同支持嘅小朋友。佢哋有5個小朋友，其中1個係喺泰國領養返嚟，仲有1對雙胞胎。經歷過成13次搬屋，走遍咗全美國同世界各地之後，成家人終於喺維吉尼亞州嘅珀塞維爾安定落嚟。點解特朗普咁欣賞高雄呢？其實應該話係多重因素加埋一齊。特朗普提名高雄做海軍副部長嗰陣嘅 Truth Social 度寫過，高雄就係美國夢嘅化身。作為一個攞到我哋偉大國家嘅難民，佢一直努力不懈，令到收留嘅同佢屋企人喺呢個國家都覺得好自豪。一個由共產越南逃出嚟嘅難民細路，靠自己努力讀書，入閘頂尖名校，服役咗25年，上過戰場，保家衛國。呢個故事本身就係特朗普美國優先理念最有力嘅代表。高雄本身嘅存在就已經反駁晒所有批評特朗普種族主義嘅聲音。仲有特朗普同國防部長克格塞斯最重視嘅幾個核心議題，好似反對 DEI、強調戰鬥力呢啲方面，高雄唔單止認同，仲出過文表達過自己嘅睇法。高雄喺華盛頓時報寫過文章，批評過去10年美國企業、軍隊同教育體系越嚟越用覺醒意識形態去取代精英主義，呢樣嘢對國家未來會有嚴重後果。佢話敵人根本唔在乎你係白人、黑人、中式人定係黃種人。呢啲說話由一個亞裔難民講出嚟，比起任何白人政客講都更加難俾人攻擊。高雄嘅參議員辯論入邊曾經講過，我哋需要嗰啲願意將自己條腸吐出嚟食埋，仲可以問可唔可以再睇多份嘅猛男猛女，嗰啲先至係可以贏到戰爭嘅年輕人。呢一種理念同哈克塞斯係一模一樣，所以兩個人喺軍事文化上極度契合。2024年7月，高雄受邀嘅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言，成為全國焦點。佢喺台上講：我個名叫高雄，美國救咗我條命，我捉緊嘅美國夢，我係冇心愛住呢個國家。呢段發言感動晒全場，亦都令川普陣營見到佢嘅政治價值同號召力。高雄2次落選，但一直都同川普企喺同一陣線，從來嘅怨言。更重要嘅係，對高雄嚟講，反共唔只係一種政治立場，而係一種生命體驗。佢曾經喺競選期間，佢共產主義嘅手法同佢見到佢某啲美國政治趨勢做比較。作為一個由共產主義逃出嚟嘅細路，呢啲嘢令我覺得好驚。因為佢就係共產黨人嘅做法，佢哋要將細路由父母身邊搶走，交俾國家，咁樣根本唔啱。作為5個細路嘅老豆，呢個係我嘅權利，亦都係上帝俾我養育子女嘅責任。佢都坦白講，佢覺得民主黨而家係走緊去社會主義嗰個方向，呢啲同佢老豆當年逃走嗰種意識形態一模一樣。佢相信，如果喺老豆仲喺度見到佢嘅情況，一定會好擔心。阿富汗撤軍事件更加令佢心如刀割，佢親眼見到拜登政府點樣狼狽咁撤出阿富汗，嗰個場面令佢諗翻起越南淪陷嗰一刻，就係嗰一刻摧毀咗嘅細個時嘅世界，正正係嗰種親身嘅痛楚，最後令佢決定投身政壇。2026年4月22號，美國海軍部長費蘭正式辭職，由副部長高雄接任代理部長。呢個時候喺美國海軍正同時應付全球多個地方封鎖伊朗戰爭，仲有中國海軍日益擴張嘅威脅，真係多事之秋。軍中同僚見到高雄喺造艦議題上展現咗好快嘅學習能力，妥善咗控制住人事動盪帶嚟嘅混亂，喺五角大樓入邊建立咗相當高嘅公信力。五角大樓發言人表示，高雄展現咗堅韌不拔嘅精神同埋美國優先嘅遠見，呢啲正正就係維持美國海上優勢所需要嘅。上任之後，高雄發表聲明話：我而家最緊要嘅事就係照顧我哋嘅海軍官兵同埋陸戰隊，推動造艦計劃同確保國土安全。